大家好，我係靚仔。講起暑假嘅尾聲，帶 BB 嚟南沙花園 hea 2日，每次嚟都感覺特別放鬆，望住標誌性嘅30鏡柱藝術裝置，同埋別開生面嘅蜂巢天花板，總感覺話我知幾勤力嘅小蜜蜂，暗喻平時忙到飛起嘅住客啊！嚟呢度住下 hea 下，欣賞花花草草，心境都會舒暢啲。今次住喺親子雅趣套房，特別佈置咗一個小朋友嘅空間。比卡超主題嘅榻榻米特別醒目可愛，好啱小朋友跳跳扎扎。帳篷、玩具、BB 梳洗用品一早準備好晒。行出陽台就係超正嘅山海景色，深呼吸一啖，零舍清新。可以從室內游到室外嘅泳池，好有創意啊 ！BB 就特別中意室外嘅娃娃池，坐下小火車或者一家人踩單車遊覽酒店，欣賞沿途綠植，曬下太陽，親近大自然，都係好正嘅選擇。呢度仲有個1200平方嘅兒童樂園，解放爸爸媽媽們，小朋友又夠空間放電，雙贏啊！度假梗係唔少得美食啦，喺大棠媽享受精緻嘅下午茶，喺桃園館一盅兩件感受純手工製作點心嘅誠意，喺烤吧品嚐熱辣滾燙嘅燒烤，搭配特調飲品解辣解滯。咁好環境嘅酒店，湊細路或者帶屋企人嚟度假都好適合，又打卡個靚正好地方。